各位观众，乜解？當嘢最後用按用嘅吹到，嘿你，真嘅不要把整邊鋪係咯，鋪兩板哦。係三胎同係哪三胎啊？呀，迄阿哥，阿公，阿公嗬，看你阿哥，阿公嗬，阿公嗬，跟住爸爸咧，爸爸嗬，啊，又做夾拉嘅，來了嗬，我好緊張，我好緊張，真係好緊張。我冇，我小鹿亂撞。你看到我呀嘿？係啊，那食物你是先。按這上一定要先用淨化水先漂過一定會淨化嘅水哦。冰水，不然就孤立過嘅。那肯定不係兩種水咧。唔係啊，按照該米腸、米腸。一心，你覺得呢？這種男人可以嫁嗎？走的，走的啊！媽媽又擔心了。劉麗，你對我做熱狗啊？好練呐！熱狗，好練。熱狗。好了，學姐對。對，刀工好厲害，給切了過後，這個熱狗會跳哎，嘿呀。變成什麼你知道嗎乜解？ ？MC Hot Dog。Hello，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。我係民族。開創白腔。因為到北戲過了都來高雄啦，之後來到亞達 V 啊，我就覺得說，哎，好像就會真都不卡空用哎。係哦，其實就是我的家。爸爸家下未要來啊。哎呀，係啊，等一下停一空下再來不看。唐公見本嘅來賓哦，大有來頭哦。哦，怎麼說？頭很大。冇啦，都厲害，都強的意思啦。真勁吼！馬上就要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替小分享到給下生之師傅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啊，主師傅好，大家嚟分享到係陸準備陸師傅。大家好，啊，邊個好？三號人呢，馬上嚟分享到我哋出嚟至3year哦，兩個係呢爸爸同妹嘅鄉下嚟參加比賽，分享個鹽貝哥劉一星。歡迎。哇！大家好，歡迎。哦，挑戰嚟啦。嘿，好，大家嚟看一下，攬出嚟一片係來自公館嘅朋友，記得係請假哦。掌聲嚟分享係莊波lau鍾芳萍，歡迎。大家好，歡迎。請假，咁難得咯，嗬。哦，好，先唔會係。好。講到3year 啊，嗬，睇起來都啲講唱到好撩嘅啦。目擊最有名。嘿，給數位條件啦，哈，非常係講嘅龍騰斷橋，但是我們就看看他們應該不會講這個吧。好，看一下咯。好，請問一下兩位啊，3year有推薦乜嘅好教好食好靚嘅冇3year呢有一個三角山葡萄，係適合一個泰式散步行船嘅地方，佢適合半日遊啊，悠閒做得去行看看啦。哦，咁擺咗來西安呢？好，唐睇嚟嘅3year好教嘅素材，以後嗬來分享一下公館好食嘅東西，來。公館市場有嘅一台火車，對賣嘅臭豆腐，當有名又當好食嘅四神湯，實在是當好食啦。係啊，你到底係講臭豆腐，也係四神湯？兩樣當好食。兩項哦。誒，滿豆嘅魚煮一下就冇誒，魚都要排隊。差唔多幾多點起站話要？3點半開。早先啊？對，冇啊，下晝啊。哦。下晝3點半開始。其實呢度廟裏啊，當到好高嘅好食嘅東西，做啲推薦大家哦。好哦，太期間呢，看完你節目，含着得到一條私房景點嘅資訊，馬上就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好咯，馬上呢來進行兩關最歡喜，每國家呢都有自家嘅秘密武器哦。能唔看啊？風吹嘅帶來點係乜嘅？也係我哋屋卡自家做嘅鹹菜粿。自家做嘅？對。了不起誒！屋卡做，你自家做嘅嗎？嘿。哇，好哦！咁你要拿藥來做乜料理？做三胎同堂嘅。三胎同堂嘅？對。今日三胎同堂最拿藥嘅泡菜，去做變化係嘛？對。哦，好，我就嚟問看下咯。好。風吹嘅挑戰者，你哋有信心冇？
要加油哦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哦，風水帶來嘅動力係，不過咱雖然係大家講，留到3年以來第一擺看到家伙卡嘅秘密武器，唔是看過，你係哪個東西？這是什麼？金沙蛋黃醬。金沙蛋黃醬，好厲害哦！所以今天要拿這個鸞鳳醬哦做哪個料理？金沙海鮮炒飯。金沙海鮮炒飯，哎呦，堂期都是動響應舌咯。這個醬真的很，係啊，唔是看過啦。真的真的。係啊，等一下嘅比賽哦，有信心嗎？有。等等，哎，中坡大哥，你們會講行嗎？你會講客家話嗎？不太會講。會聽嗎？也不太會聽。哦，那你今天就微旅行一下。除了做菜之外，未來學一下客家話。對，而且我想吃吃看這個江浙菜，對不對？係啊。好了，睇設架都已經準備好晒，馬上來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，請開始。開始哦。太高，哎呀，乜嘅數水啊？嘿，大家同埋嘅。我唔是湯，等下下鑊去嘅水冇人㗎。各位觀眾，乜嘅？篤嘢最好用按樣嘅菜刀。嘿。你真的不要把整邊鋪起咯，鋪兩半哦。參過，唔單止阿哥厲害，已經看下孫紅嘅一心，跟那多嘅那種架勢。他太厲害了。一心都嘅串湯咪咪向下承受哈。我叫他聽數冇意思。喂，真緊哦。阿姑說爸爸從這會教你煮菜嘛？喂，真緊哦。爸爸你攀得嘿？中文唔攀得啦。唔攀得，接上爸爸都唔攀得食咩啊你啊？唔記學啱咗按到開刀見啊。錯哦，未係哦。啊，人嘅三胎同係哪三胎啊？又係阿哥。阿公。阿公嗬。阿公嗬。又做爸爸咧。爸爸嗬。啊。又做夾奶嘅。奶啊嗬。佢三胎年啲啊咧。哦。又做冇啲公關嘅名山咩？鹹菜，所以而咩我會特別用人哋鹹菜來做料理。誒，佢實在懂有心咩？一天可以養哦。哦，一天。佢咩係養到3000元飯用嘅食？啊，養誒，都得佢哋食太長咧。太好了吧！一心爸爸有像嗎？有，真嘅哦。感覺他就很疼女兒。好，我們先過去一下，等下當都轉哈。哇！好，其實應該介下大介片嘅細節哦，應該是非常期待來看，因為浙江菜好像一啲節目來講哦，第一擺看到。對，我們一邊做沒關係哦。來，我要等水熱了，我要汆燙一下。莊坡大哥，您在台灣是做哪方面職業？跟我老婆在獅潭仙山上，有攤位賣特產品。但是你平常在家裡面有煮菜嗎？一般都是我煮菜。哇，那2班呢？第2班呢？第2班就是可能我會在那個山上開一家餐館，就是現在還在準備當中。真的哦？對對。那一定要請親家來幫忙。方萍姐感覺懂會煮菜耶。係啊，方萍阿姐，你今日準備安澎排嘅食材哦。除了個鸞鳳醬凍厲害，我還看到小干貝。嘿，干貝啊！啊，你要拍世界飯係嘛嘅？等下叫我炒飯那個油。豬油，香蔥油，用豬油跟色拉油，然後去炸那個香蔥頭。老奶嘅油差唔多米。對，這是豬油炒飯應該比較會香啊，比較香一點。你要按到豬油。哎，講得很好哎，跟我懂後。那干貝按到港友廚。港友廚，哎呦，不會做這咯。果然是住在客家大縣，那都沒有厲害呢。因為我也住了7年，就是沒有好好去學過。喜歡苗栗嗎？不錯，我挺喜歡苗栗的。苗栗人都比較友善，對，還很有素質。你講對了，他一下子講到終點呢，素質、真勁，各方面就當有素質的呢。可是我們方萍姐用挺下來呢，兩下已經劈了。冇，因為卵還掹打哦。忙啊！卵啊！本發現呢？剛才是有突然變成美國腔嗎？嚟啦，大家講哦，方萍姐哦，介下掹雙姐，唔好介虛姐哦，佢就好緊張，我好緊張哦。真係當緊張。會嘛？會啊。小鹿亂撞。你看到矮呀嘿？係啊，阿小文。好了，打卵。好，我們先不要打擾他們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等下歌都轉來哈。還有哦。
加油，加油就是加油的意思好，干巴的。好，你念念看。加油！哎呦，厉害厉害 ，OK。哇，好香哦！我要吃鸡皮。哇，哎，妹妹你很厉害耶，会不会太大否啊？应该不会，应该不会。介肉馅卤過嘛？介係嗎？要挑油米酒，同加啲肉嘅全部嘅入面，冇上陣時間上嘅問題，你可能煮唔完。哦，哥，我跟艺兴在培养感情，又被你打断。来，我冇就是啦，一起，有如果嘛嘅，你應該知道什麼是壞人哦。你這個笑得很自然哦。好啦，因為小解一下該片兩片發生嘛事情呢？呀，還冇改，呀，加做也冇改。那是什麼？哎，這什麼？啊鴉片咧，我們請第二代來講。啊，然後咧，迄人咧就係鹹菜、泡菜，哦，泡菜啦，鹹菜乾先煮煮嘅嘢啊，冇上陣啱啱，啱啱唔好出面，哦，先煮好嘢，呀，煎肉煎好咧，煎到差唔多擦擦嘅，哦。然後也就有新香料，哈，哦，新香料開始就要落鑊了哈，你係嘛嘅？也係人哋薑嘛，哇，這都很優哦。薑哈，過了蒜頭，落皮，沒關係啦，你煮東西也唔是皮哈皮啊。煸到幾組，這個香味要有出來。這個真的很香哎，兩位師傅你們要擔心了，他很厲害耶。一出來hier咧，人咧見要看到有場面了，唔係樣水水哦，樣樣風風嘅，人家鹹菜乾咧，哦，很香哦。人做落去補幾罐咧，哦，不必滾。還有一項冇病的嗎？鹹菜，鹹菜係青筍呢筍呢。鹹菜唔耐煮，青香。哎，妹妹你都會調嗎？該太白粉水，要做嗎？該勾芡的。甜醬哦。厲害。但係後期誒米要加一些的醬填到啲上面哈，米湯呢那麼古早嘅啲人呢見肉嘅上面呢，唔可以講啊哈，米還米，肉還肉，全部同樣，人家呢等於先慢慢的滾哈。滾的時間呢，人就做人的盤呢，哈。你那個擺盤這個盤是來藝興，你介紹一下。好厲害，來。藝興來小改。就是大黃瓜。我知道。中間要放一個小辣椒。哦。哦。就是馬啥搞你哎？學校有教，爸爸也有教。哇。爸爸這麼浪漫哦。好啦，哥等一下都再來哦，這太棒了，這太好吃了。炒过以后它会发胖，会膨脹起來，這個香味。像你在台灣一樣嘛？我沒有膨脹。環條街蜜腸。你那個擺盤這個盤是來藝興，你介紹一下。好厲害，來。藝興來小改。就是大黃瓜。我知道。中間要放一個小辣椒。哦，就是馬啥搞你哎？學校有教，爸爸也有教。哇，爸爸這麼浪漫哦。好啦，哥等一下都再來哦，這太棒了，這太好吃了。哇，太精彩了吧！那個醬，那個醬還沒到。還沒到。對，這個是什麼醬？所以那個是紅蘿蔔嗎？這個紅蘿蔔跟香菇。我係要發現到，呢條炒嘅盤哦，咁軟，掹煮到硬硬，其實不用盤落去嘞。有水，不然會炒到。真的很精華呢。可是放下去會那個濕濕的。等一下，它再斟酌的放。不過，就算係做江浙料理哦，呢條嘅盤料每幾天會倆粉面啊，口內係咁樣。不一定呢，我真的有吃過，給黑就會煮死唄。這有一個工業廚，張伯謙。不能浪費，被他抓進去了。OK， 是不是加太多飯？對，這個鍋因為外面鍋子太小了，對不對？換過來，這個比較深，可以炒。這個鍋子是要做炒蛋黃醬。但是香港永遠冇加落去嘞，做乜搞個先炒過啊？蛋黃醬現在是這樣子，炒過以後它會發胖，會膨脹起來，這個香味。像你在台灣一樣嗎？我沒有膨脹啊。100塊都2個耶。鍋要燒壞了已經。
可能是加红豆油，因为基本上是会冻油的。这跟台湾的金沙香香哎，因为草本去起泡，长又香味啊，对，炒到起泡的。不过台湾的金沙是就冇加拍麻哦。他猛。这个感觉不懂后生的。哎，方萍姐，嘿我怎么加加拍麻？哈，其他的做唔得咯？雾麻做得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做的。黑芝麻、黑胡椒粉都可以加，没关系。那白芝麻算是浙江特别的加法吗？白芝麻就是看起来就是不会破坏金沙的效果啊。哦，金沙就是要金色的啊，你如果说加黑芝麻就有点怪怪的。哦，假如是徐师傅就会加金箔。金箔。不是挑豆哦，不是挑。哎，不过蛮稀薄呢。不用全下，不用全下。哎，问一下师傅哦，像啊金沙炒盘哦，就台湾就应该有做哦。也有啦，但是好炒一来走了，对啊。大哥，你关火了？对，关火了。好。哦。哇，这个炒饭太厉害了。嘿呀。因为我刚才想说哈，不用把饭全部加下去，怕会太满。对。看你觉得会不会味道，你等下会嫌吃色口呢？试一下看咸度，因为听下讲该你做该酱可能。因为我这个没有放盐巴，就是直接用金沙的味道来。哦，这金沙本身很咸。我没有吃过金沙炒饭，我现在吃到正伊布卡吃周坤呢。哎，这样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双蛋的耶。有咸蛋又。好，你们好了是不是？对，好了。好哦，刚才你来倒数哦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那天意管地度，哪一部卡米西卡站的哦。好，天意馆呢发现到哦，两组马上就把最强的拿出来咯。这个亚布卡嘅 B man 的编出来料理，想吃看那风吹啊嘅三胎同堂。非常嘅熱味啊！唔好咋個講嘛嘅，改變咗凍緊熱味咧。你要真的凍好食咧。重點就是這個鹹菜三太同堂的時候呢，米頭也好 ，Q 感也好，都超有層次。因為個亞布卡特傳都是咁澎湃啊。冇一天啊。可能比亞卡澎湃，比亞卡澎湃一些的都有啦。還有太監咩來做客啊？哎，真嘅呢，其實要鹹菜真嘅煮出它嘅精髓哦。點樣有煮滿意嗎？非常滿意。非常滿意哈。我娘妹就點啊？我看一星之後嘞，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。爸爸平常都煮那麼好吃給你吃嗎？對啊，好吃，我們非常滿意。我們聽莊坡大哥的想法。不錯，很好吃啊，雞肉也很嫩，口感也不錯。找個問一下鳳萍阿姐，你覺得怎麼樣？哦，呀，按樣嘅料理啲都食到個當特別，雞肉要當嫩，嘅鹹菜又有啲酸酸，當入味啊。好，等下來問一下咱水做嘅料理。冇想到金山嘅咧炒盤啱好食咧。特別飯都有攪到嗰種那個鹹蛋黃嘅上面誒。你譬如講，你之前有吃過有冇？之前冇食過，我今日本來食到咧，浙江嘅米頭真係講非常嘅貼片，非常嘅香。夾到當太房哦。對。講油煮開始，要已經收乾呢，夾到下工，全部變到按澎湃。哎，你們的海產快比飯多了耶！真嘅呢，好好哦。一心，你覺得呢？我第一次吃到，我覺得它的飯很特別，就那種沙沙的。哦，來問看一下咱水的鴉片哦，阿公已經自己來講看，自己覺得怎麼樣？我覺得應該只能算合格吧。因為標準永遠按夠。因為炒飯的話，它一定要有大火，然後大鍋這樣炒會比較香，飯還是有點濕，把它炒得要乾一點才會比較更好吃一點。那個呢，鳳萍阿姐，沒有大火炒過的話，就是那個味道冇出來啊。我真嘅係好食啦，因為最近海產分量凍多，佢哋一套菜哦，應該按到嘅金沙盤炒海產，阿勇是做得。好，等下就要看一下兩位師傅嘅評分咯。緊張嘅時間馬上就要到咯，想要來搶阿森之師傅搶半分數。風吹之夫。好，再過來看一下阿邊個搶半分數。風吹，好難喲。森之師傅搶公平。哦，兩推其實該菜啊都懂好些，那風推那片該雞肉真的是凍嫩。
人妹啊，還有個鹹菜乾那個香妹，當好是個鹹菜乾個口感蠻樣。啊，南推兩片菜個炒飯，嘛當好是有一點較大眾係豆乳個本身個甜個甜味會較重，如果用個豆乳會較好樣，是冇？阿炳哥有咩想法？好，伊了豆做的是個食材哦，有鹹菜啊、布菜啊、鹹菜乾啊，梅頭切下嘅知道叫回甘。了其實先到吹了凍河，但是順序的部分好可惜的，因為用香菇可能冇人會先別用，干貝也是比較可惜的，將冇去先別過，因為別過是想做個 SO 醬的，看哦，它的香味。鮮味就會拉出來，還有像甚至是講的嘢，加個調油夠下也些，其實會感覺很好釀。大火一點，用這個醬油，它的香氣就更會拉起來。對，就少到這個香氣的部分。唔怕，等下還有提議罐做，等下好好加油哦。沒關係，待會私底下的時候，裝破大哥可以再請教一下師傅，到底要怎麼樣互相切磋一下。不過呢，三行人有可以喊生之死夫帶來乜嘅台菜搞台式咖喱。實在好料理。慶祝一爾坤師傅出台菜耶，啊、因為他們哦都很用心準備。請教一下，給你菜名係乜嘅？好，我會做兩個客家嘅甜點，做客家綠茶雪花糕。看一下食材嘛。食材就個牛奶，磨成牛奶做的老嘅豆奶，還有個包燒粉，非常糖啊，還有水果，還有老嘅草莓。草莓，這是我的愛，口味。甜豆粉，老嘅這是花生粉哦。大概卡冇按水啊，按就炒汁。但是我一所有嘅水果嘅研出來，咁個兩隻係乜嘅？櫻桃蘿蔔。啊，好小顆哦。係啊，白色嘅。好，沙沙來做。首先呢，先撈兩個牛奶呢，用到兩個冇嘅低度。個牛奶做咩加到強熱的？而且是低溫哦。唔是老火就做的。比例500克嘅牛奶，70克嘅包燒粉。500克。做乜嘅要填我包燒粉啊？用包燒粉，而會卡有嘅嗰種嘅鮮奶酪嘅感覺。哦。啊，假使冇包燒粉，加其他嘅，譬如講洋菜做得嘛？而會卡切，就是唔會按圓。人家選好食材，就要一人要給樣換食材。還有嘅茶汁。綠茶係。呢啲想法係從抹茶改變來嘅係嘛？其實我上到係客家綠茶嘅口味，啊唔過本佢做了個種甜點啊，用嘅方式冇人做過啦。因為綠茶本身係鹹嘅，留嘅菜脯啊，留嘅青島嘅長菜啊，用嘅最早嘅時間是鹹嘅。還有了個鐵條粉。仁輝哥，你會做甜點冇啊？唔會呢。因為沒經專長啊。有沒有曾經做過蛋糕給女兒生日的時候？做唔記嘅法是係冇啦，唔過食排骨麵包店啦。你開過麵包店？哇！對啊，那這樣子哪算不會做啊？太厲害了吧！哦，鐵條粉呢，香味就出來了，很香誒。撈兩個糖，冇是按甜嘅，就撈一絲絲的，本身嘅牛奶就甜的，唔是撈按多。好，這裡看到溫度會慢慢的幫佢加溫。啊，做乜嘅按用緊攪？而且你順跟逆都一直混着攪。將會按用就結粒的，就結粒。結塊。我說要不做唔得不結塊係冇？我覺得有點快變稀飯了，有點像燕麥粥誒。按用要注意哦，做唔得跳高溫。阿炳哥，你第幾位做乜嘅嘛？第二個做個因為最主要是口感的玉米澱粉啊，玉米粉佢會做起來佢就會口感好 Q 咁樣。像板那樣。像板，產到像板咁樣。兩個差唔多做好咧，我就撈個膜。呢度呢就個油，幫佢處理下。因為第二個出膜嘅時間呢，冇撈油，樣會黏啦。要塗一點油。塗一點油。係嫩油係冇？沙拉油嘛做得啦，講緊因為黏。啊，客家人用豬油做得嗎？甜點撈豬油，他做唔得啦。豬油餅，係變豬油餅咯。哇！倒到裡面呢，幫佢涼，差唔多要2點鐘到3點鐘按叫。按用就做得變到冷蟲咧，用個保鮮膜來包。那我們一起跳一下。穿越時空啊！你上。琪琪，你覺得呢？這種男
男人可以嫁吗？都对，走对啊，妈妈又担心了。还有你对，我说热狗啊。欧练呐，热狗，欧练，热狗。好了，学姐对。对。安用就做的变到狼虫嘞，因为就该保鲜膜来包。那我们一起跳一下。穿越时空吗？你上。好嘞，亮这样总就够贴嘞。哦，出模了就差不多嘿。哦。做的老。怎么看起来有点像萝卜糕啊？就老个剔挑，就轻重个萝卜糕嘞。哦。好，我等下来切一个膜。本佢放到了解盘的底度，了解膜呢，猫浸一下水，养分黏。哦，小技巧哦。不会粘。对，安永就没黏诶。哎呦，哎，好像碎半呢哦。对啊。你要知道，等下就做的显鲜的。哇，看起来很棒哎。一心是做餐饮科的，应该啊，没有火锅料啊。我没有做过这个，可是我有做过其他的。那个雪 Q 饼之类的哦，有个棉花糖嘅，好漂亮哦。那你这剩的草莓很浪费哎。冇得太搞细啲啦。好啊。哇，含有个蜜肠。然后意思咧，本件就该脆脆嘅口感。哦，它就啪啪嘅，有点雪的感觉。柠檬，你看本件切到细细地。庄坡大哥，你准备要开店哈？把这个学去，就说是你发明的。我那没有做甜点，做2码懂后啊，唔会出汗啊。你切到牛会出汗哦。哎，很有道理哎。所以其实冻简单呢。冻简单，做青豆就行啦，做得4个法，不用很易。哇，花团锦簇哎哈。好，等下本台的恰克呢？客家绿茶雪花糕。安永去好食喽。这料理呢，真紧哦！都在你节目当中没做过，没有想到这雪花糕在家里面没做的气嘎了 DIY 哦。睇下紫色款呐，今盒试食嘅水就是蛋肠雪花糕甜甜，不过两下碰的水果强下去咯，它会增加就对我个酸甜的口味，曾经冻好食。没错，而且就因为给它购置大部分像蓝莓啊、草莓都会偏酸呢，吃到讲唔会按那个。真嘅农站对哦。呀，甜点吃起来非常的清爽，非常的好食啊！加上加水果的甜味，加起来真嘅人间美味。真的。给懂哦 no 呢。好，一心你觉得呢？这种男人可以嫁吗？都对啊！妈妈又担心了。好吃吗？然后是哈，圆。好，来问一下哈，一片的庄波阿公，你取得4副中用办呢？很好吃，那很特别的口味，酸酸甜甜的。再过来问一下凤萍阿姐，你取得嘞？吃进去会入口即化哦，哎，那个蛮特别的啊，老人家很适合。你知道日师傅咧做咧的雪花糕啊，掌握咧甜度哦。掌握到度好，还有加的咧配料啊，香味从伊来去带出来，你看有个擂茶香味啊，还有个蹄头，个跳有点粗的颗粒，吃落又有口感。啊，加到头个咧，有好酸甜的那种的水果哦，配下也是有个解个甜味。口水很安尼哦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老讲，还吃过那个食材里面冻合适，像阿婆冻好是个甜水般的吧？等下面冻冲几种口感，记起来个只比例，起码该个讲哪100。500克该牛奶，还有70克该包秀粉，红呢就看自家爱是一甜的啊。记起来哦，200呢都不卡了，吃走口呢，要就算要不卡一家之主的后面头喽。马上就来进行最100米馆的挑战。8点料理网
两喙要伫寒天嘅时间底度，用自天嘅食材变化出无穷样嘅料理。亚冠唔但将係避面西，没有避创意哦。到底爱喙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喎？一家之主，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又到呀嘅百寶箱底都有一個神秘嘅東西啦。哦，打開呢本睇家看嗎？係。好，係日本牌嘛。來，你要乜嘢？熱狗。等一下，你是視力的問題啊。沒有練你都係都熱狗啊。OLED 呐。熱狗。OLED。熱狗。好了，學姐對。對，然後你點冇貼片都跟秒種嘅順風啊哈，給代表一件熱狗，點咩阿叔啊，一下一件氣價又都扣下了賣，這就是叫做熱狗。哎，怎麼該不會去叫工作人員點頭如搗蒜？因為沒有練全部都點，沒有練的就很多熱狗，因為給上去有沒有很像那個美式的 hot dog 啊？對啊。又強嗎？不然你要直接叫布丁的哦，冇人都布丁的吧？所以你的意思係講，假使韓白看到有人喊嘅係熱狗，哎呦，80%。對，你下一次要測試說，哎，你用排 C 跟我直接問他說你是哪裡來的，你就拿出，哎，你要吃嗎？他跟你說，哎，熱狗，我說苗栗人，對。不過你要蛋強是走的啦，走的，不用比了，是不是？你們應該也是用從關東煮的方式來走吧？我們呢？你是說我的創意嗎？也係苗栗菜庭。苗栗就是直接沾個醬汁。哦，其實就係換冇平庸嘅醬啊，是動好學的。我覺得我會做別的。譬如講，然後來切到悠悠一顆一顆的，勾芡呢放在那個有沒有法式麵包上面？從披薩形容嗎？就是那個法式餐點的前菜。開胃小點。對。所以兩座的熊款一下，總得讓你時常的重複哦。馬上就要進行最分米館的挑戰。好，拿到兩個苗栗人講嘅熱狗，人家講嘅一個黑輪哦，都帶有周邊發了，每一下風吹，像每一下帶來吹苗那麼解。泰式燒餅。哦，泰式的燒餅呢，最好是泰國料理耶。一定當咱們都愛見看到燒餅都給耶。好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加油！哦，所以談看下冷脆嘅鴉片哦，哎呦，當厲害嘅創新嘅想法，今日我做嘅隨苗安度熱狗蝦滑羹。等一下嘅比賽就指目以觀哦，好，台上隊哦，有信心嗎？有。來講台上隊哦，加油！有莊波大哥很大聲了哈。好，太氣架對緊準備好勢，馬上倒數3、2、1，這樣可以是。哦，就得開始做咯。燒餅係你家做嘅係冇？唔係，有人家本地嘅永和豆漿嘅調價發出嘅。哦，真的哦。所以緊緊的喊音呢。他趕緊做嘅哈。怎麼有雷神索爾來過？哎呀，你是要打那個不聽話的小孩？這個是索爾的，只是比較輕。我哋啊，最近又夾做吼，改下阿哥又講哦，你看開嘛改自助餐店。哦自助餐店。哦，打個肉排啦，還有冇？對。哦。哇，哎。剛剛講那種泰式煎餅，所以你等一下先半煎炸咯。要先用炒好，炒好金黃哈。咱來用泰式醬來燒嘅熱狗，燒起來夾米頭就會落去壓迄夾燒餅嘅料誒。哇！今天裡面可以從壓熱狗那裡做給它主材料。哦。好，燒餅呢直接幫配着來吃。你知道，因為泰國吼幾個嘅自助餐店，我們自助餐如果吃到這個，是不是會夾？一定會夾。會啊。而且會夾上多嘛個？地中圈啊。對，卷菜冇煮快菜。對。用下煮啊。啊，還有人炒乜嘢？炒洋蔥。哦，蔥頭。紅蔥頭哈，泰蔥頭拿來炒。現在刀工好厲害，可以切得夠黑。這個熱狗會跳哎。係啊。變成什麼你知道嗎？乜鬼 ？MC Hot Dog。你不覺得嗎？你被我傳染到了。哎，對不起。今天溫度有點。哦，他要幫你接住哎。好險那邊還有人笑，不然我自己好難走下台哦。哎，兩個酸條切到暗後哎。係啊。好厲害哦。啊，藝興，等下除了要切酸條，還會做乜嘅？剪燒餅。剪燒餅。把它對半剪。哦。是怕我吃太多，是不是？因為我哋冇學過苗栗做嘅那種熱狗。媽媽一吃從買這個，我們超愛吃，還沒有開始煮就生抖抖哎。這兩種的類型是從那種甜不辣歐類那種，又健狗哦，是不是？切切，它好吃，外酥內軟。真的。
我其实佢係用魚漿做嘅，嘿，好，我们先过去。好哦，对好。这3个一定要选用净化水先煲，一定要净化的水哦。冰水，不然就孤立锅会。那肯定會係另一種水咧。没拿。这两种的类型是像那种甜不辣藕类那种，又见狗哦，是不是脆脆，外酥内软？真的。我其实佢係用魚漿做嘅，嘿，好，我们先过去。好哦，好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我把那个热狗切成丁，然后加在虾滑里面。哎呦是什么？虾滑就是用虾子剁成泥，然后加入一些调味料。我们那边应该叫虾丸吧？虾丸，虾丸对哦，哈公眼。对，这里的虾丸可能要加其他一些猪油啊，或者是板油之类的东西。我是纯虾子，没有加真材实料。对。哎，太记，跟你家都做嘛该啊？我等下先推给食材先切丝啊，等為什麼切絲？等下給我煮羹湯。哦，哎，係咪日料蟲嘅酸辣湯？哎嘿，酸辣湯。上多係酸辣。哎，很棒哎。哎，因為人家轉啲冇上到呢，所以因為準備嘅時候，全部係酸辣湯會用到，你係嘛解？烏木米、竹筍、紅蘿蔔、紅蘿蔔、香菜。哦，做得去考嘅客語認證的，可以過。那你兩片準備係油鑊，也係水鑊。那個再把那個熱狗炸一炸啊，油哎先炸鍋，那個熱狗要先炸鍋。哎，可是你這裡面沒油尾嗎？我就是這個是切片，然後這個是加進去的。哦，兩種。對，兩種。一兩片哦，改片嘅做法的。因為今天以這個為主食嘛，所以這個要多一點。聰明。雙波大哥真厲害！你今天是帶着一定要得獎的？沒有，我是帶着重在參與的心情來參加的。對。好，那我們待會再過來咯。好，加油！哇，好厲害哦，妹妹！哇，兩片超麻嘅醬 ！Oh my god！ 馬蓋。張伯堅，現擠的檸檬汁，你看一下。哇！烤肉。啊！你剛剛放要烤肉，這個可以直接吃了吧？通常在外面負責烤的人，就要有個人負責端進家裡面去。那個人從頭到尾都沒吃到什麼。我就是那個負責烤的。哦，不可能吧？這個怎麼個我綁在誰呢？掛胸等下這用呢肉排呢，我會給它剪條啊，夾到我們燒餅、生菜。天哪！甜不辣做泰式的，然後進去。太厲害了，這個。這3個一定要先用淨化水先煲。一定要淨化的水哦。冰水，不然就孤立鍋。那肯定會係另一種水咧。淨化水。那個鮮山有。我啱就在問題阿哥，像呢啲下皮嘅另一種料吼，我肯定會綁喺吐司嘅水時下嘅。今年做嘛嘅會用煎餅啊。拄好我朋友其他啲啊，特別快啲用河豆漿哈。其他啲啊可以用西生鹽咧，入面佢點下來做一隻節目。珍珠哎，但是你看一下那邊。哎呀，你看摸一個金土凍家咧，太是哎，好。太厲害了吧！還是來包咧。我們來訪問一下藝興好了。藝興跟他做凍豆絲青哦，那個醬啊，你用慢挑哎，因為人家款木蛋強是去酸辣醬甜甜的哈。對。還有嘛個？檸檬、辣椒味，然後酸條。哦，啊，你自己挑的啊？也係爸爸教你？爸爸教我的。哇，好，我們先過去。好，那我們這邊應該差不多，包起來之後哎哈。好。哦，哦呦，好棒哦！你太太是因為你很會做料理被你追到了嗎？有其中的原因嗎？其中一部分。那你今天勢必要贏了，不然這婚姻會受到影響。老實發講啊，你假是根本要得到3000K 的獎金嘛？你那3000塊是怎麼？目前最多是1500了。哎呀，超呢！重在參與，沒關係。那你要偏在調什麼醬汁？哦，這個是等一下要好的那個羹啊。哦。是用那個太白粉去調的。燜也還好，因為你等下等滾了之後是咋個調燜嘛？調味應該調嘛該？調味就是簡單調味，因為這個吃這個鮮度的啦。吃鮮度。羹湯是不是一定要有醋啊？你們有加醋？這就是酸辣湯，要加酸的辣的。我這個就是海鮮的那種
就是要清淡，然后新鲜的感觉。啊，我弟，因为俺妹就时间没有做，用个羹汤不加个布鹅布拉鱼，对，也会加这个。哎呀，不是甜豆的梅是实际的黏梅啊。好，那你差不多来你倒数喽。好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看，用样美丽的热狗做出来料理，哪组较赞的嘞好啦，美丽的朋友看过来咯，你也最熟悉的个热狗啊吼，两组呢都可以变成大家想唔到的料理，先吃看那风吹耶。那地位两用不很多哦。这个酱料好棒哦！那其实这摆地哦，捏那个烧饼吼，那个泰式的酸辣酱，用味很夹的。超赞的！而且那个烧饼特别那个就像博谦讲的，真黏度好。然后因为我们要吃出热狗的创意哦，你吃热狗呢，因为给煎狗又落那个酱料，这原本睇起来香的。一熙，你觉得爸爸做这个怎么样？东后生萝卜的烧饼。酥酥底配料的东杂煲，酸酸甜甜。啊，你看咖啡讲到懂好哎，还不会讲杂煲哎，这没有那么简单的字哦。你会讲知道嘞？也係要美麗菜啲很多熱狗披上本體出來作為手餅能夠你菜，所以食起來清爽。好食，當真對喂，咱班人嘅點烘哦，做加麥啊一烘，不過我數卡懂得，而且用功夫哎，都會好好吃哦。好，大家來問一下你一片嘅裝波台狗，你試到幾多種用拌？好吃，我覺得這個醬料也拌得很好。大家來問一下鳳萍阿姐，嘿，你試到幾多種用拌？我覺得有點太乾了，小黃瓜比較合我的胃啊，就是有點脆脆的、酸酸辣辣的一點點。所以供應嘅口感冇嘛強種啦。不過方萍姐渴了，先來血痛了哦。好，我們來吃這個海參羹湯。猛咬落去嘅時間，記住係白體咧。但是我哋還有幾檔聰明，因為下工啊，老店嘅熱狗本來就講老姜哈，它真的會有那種海港吃海鮮的嗰種奇味。我非常喜歡呢，這個免費公你知道嘞。裡面給它蝦丸啊，所以來。嫩 Q 比糖水有一甜一甜一好吃。一心知道嘞，虾丸软软的，东后生，可是那个汤我觉得有点淡，可是这个虾丸我觉得味道刚刚好，虾丸很好吃这样。东后生。係啊，我吃到嘅鹹淡係拄好啦，因為嘅應該係唔係講嘅魚漿啊，嘅熱狗嘅本身是就鹹土了，所以我覺得鹹淡是剛剛好的。你覺得呢？吃海鮮一般都不會太鹹了，都是因為要吃這個它的鮮味，所以鹽巴我也沒有放很多，提一點味道。對。好，找個鳳萍阿姐，滿意咯。我覺得這一道料理我們可以把它返回來。哎呦，因為吃起來蠻清爽。兩片哦，僅僅圈走了凍河，等一下看一下師傅營養班會評分哦。緊張嘅時間到了，各位美麗的朋友啊，你要得不先本來煮咧，本師傅來辦咯。想一想阿森之師傅搶本分數。冷吹一本。恭喜！再接再厲，看一下阿炳哥搶本分數。哇！真正師傅搶公平。兩片都煮到凍好食咯。南推兩片呢，愛凍好食嘅蝦丸子處理到凍好，唔會太鹹，唔會太淡，就該清淡雅嘅口感。鳳推兩片呢，嘛凍好食咯，就該將還有該蔬菜，有食到就當有口感咁樣。感謝。好，阿炳哥有想法咧？伊只兩片稱做凍河冇強龍嘅風格啊，對了後伊真正用伊個個手法方式來去表現，但是感覺韓系個熱狗伊個做主角，我會感覺評分來講，了後是感覺佢泰式味道略勝一籌，還有個吃到個梅頭嘅感覺，其實搭配蝦丸嘅凍河，其實就是都有讓到伊個調味上面的部分，然後兩片稱做凍河啦。最近本台家向我們都把某種一個熱狗啊，揚州的周邊吧，馬上去了頒獎嘍！耶！哇，
今天色彩很幸运哦，真的是到地方组都带来哟，哎，真的是各地风味的美食哦。好，先来公布成绩咧，风吹得到3分，南吹得到1分，现在恭喜风吹得到3000元的加菜金。多谢大家来，你是太惨嘞！红河哦，5个2片可能下河哦。咱们今日做的得到嘅和微波不锈钢的便当盒一只含肉哦，马上结束咯。加码！哇，你看木吸水的木纤维砧板，哇，变杀鸡红款够好哦。我们可以再协调嘛，你要拿嘛该啦哦。好，太棒了！先来问一下风吹，因为个天白老母叫来参加天时的力量吧。对。好，一天当天用的心情用版心灯用的老太太分享一下。今日天拜同带阿妹出来参加节目呢，哈，心情非常的快乐。来到呀现场呢，有好多档到无同样的料理哈，所以讲今日来到呀，真嘅係爆天。很仔细哦。好了，恭喜！好，一心妹妹，老太太分享一下了拜参加心得。今日来，老爸爸听下来比赛，我当欢喜，没收到当到好食的东西，到我卡到的吃着困难不爸爸妈妈说。很好哦，有暗号为么的耐情哈。好啦，等一下就拿3000元哈，归不卡你。哎，怎么老婆刚才一直说归我哎？好，来看一下你们怎么运用那个奖金啦哈，归不卡你了，一四还太成咯，恭喜！恭喜！好，大家咧吼，大家今本日非常的幸福哦。昨天到台湾食到吼浙江的料理吼，今日绕墙到庄波大哥吼来到现场，有蛮感想老大家讲的。能够参加这样的节目，其实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。今本日除了了奖品之外啊，还有只秀服吼，就应该学到一句动好用的哈佛运动嘛该。好生，好生吼，恭喜恭喜！好，大家咧玩凤萍阿姐吼，今日全部讲到下呢，哦，都可惜了吼。今日来参加一家之主当欢喜，他都有机会可以来参加。嘿，而且摆部金钟，第2摆就行个金钟，第3摆就。我来咧，我来咧。好啦，今天非常荣幸做得绕墙一两沙强下来，下摆加只汉语幾乎喊我來哦。哦，好冇 ？OK， 好。恭喜。好，今日的比赛呢，真嘅当欢喜，这个时段哟，冇强昂嘅菜呢，你看那哦，参赛者色彩用心呢，那啲係比賽哦，比赛其次，但是最重要嘅係老自家嘅數年後面頭哦，我老太太結緣交朋友分享出來，我就要稱讚的。係啊，我今天係第1擺吼，摸雪現場嘅團報，是給兩組做嘅東西當做嘅午餐啊，所以希望全副吼，所有好朋友，家家來到而家自己了解吼，老 Andy 吼為到凍飽，家家來參加比賽啦吼。冇唔錯，而家之主就等等你，共下來看 Andy 咩來挑戰分享任務卡嘅好面試哦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